有一个所在，咱做咱后届出庭就对。即马这是准备庭事呢，哪会当政治调查？每礼拜日暗时8点，公视第2台无罪推定。这就是咱台湾上关山保护着点山林水土上了不起的绝地武士玉山的遗碑。咱大家看讲哦，因安尼一丛一丛守着呢几啊千年。8月15开始，拜四暗时9点，新店就伫公视台语台。公视台语台暗时10点开始，互你掌握现处时的台湾。我们想要让小朋友有一个环境教育也好，或是所谓的拜一到拜四，台湾新干改。东西是从哪里来？你看，阮这骹拢较长，因为这是现实的评鉴。拜五文化小放摊。迄个时代，即款的物件呢，敢若贵族还是好野人，伊才买得起。想要对着时代，就爱来看公视台语台。这是公视第1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认知。北韩无胜金牌的林旭廷，这奥运最后一批台湾选手今日回来，这 LF12B 杯判因做伙杯，机场也水门咧甲伊迎接。郭文迪的介绍，风波目前过技师端目前强调一切是依法处理，记者会无受邀请，也那民众董事批评讲，这过技师大主大意乱报销。互压去中国超过40天的偏乌渔船大金满88号，目前有4名船员被放回来，也那船长是继续等来调查。巴黎奥运已经结束啊！咱台湾的选手包含无胜港摕金牌林旭廷，今仔日拢登来到台湾。总统赖清德也指示空军派3架 F12B 战机陪伴因的飞行机做伙飞，机场呢也用水门咧来致敬。伫桃园机场来接机的支持者是叉。林旭廷是感谢大家也有教练的支持，互世界看见了台湾。另外，行政院也宣布讲，会恢复去年世锦赛取消的铜牌奖励，发国光奖章，也有奖金90万。欢迎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飞行机就要到台湾国门边有3架 F16B 的战机伫空中盘飞，欢迎咱巴黎奥运代表队的成员归国。这个奥运结束，咱的代表队摕到2金5铜，创队史第2好的成绩。13包括金牌军校林旭廷等真侪国手做伙回来。飞行机一到天气坪，桃机公司就以水门礼来致敬。机场内底有几摆迷将来接机，甲现场客甲叉。国手一直会手底以签名翕相，做啥物拢配合。林旭廷一看到妈妈，两个人就染甲真红。伊感谢大家对这远的所在来，一路替国手来応援。因为有你们的支持，让我这个成绩，然后让我的努力可以让你们大家看见。谢谢林玉婷的坚持哈，为中华台北金牌封关战哦画下完美的句点，能够以2金5铜的好成绩画下完美的句点。对方叫做台湾查某囝，林旭廷讲伊真公平会当得到这个称号，不过经过头嘛必须承担更较侪责任。林旭廷未来除了做教育部反霸凌大赛，嘛是文化大学体育系专任助理教授，传授宝贵的技术和经验。我们很希望透过玉婷和文化大学的合作，我们共同来为我们国家的拳击能够有更多的发挥。本来林旭廷到台湾了后，要登记伊毕业的英国工商第一，但是因为目睭无爽快，加上佫真忝，时差未调转来，先登去厝休困。妈妈代替伊来感谢师生的支持。应该。
他说，他很坚强，你不用担心我安排他，可能就是最喜欢的早餐。我们以前永远都不敢想的事情，就是达成了，那也让其他的选手有一个目标。去年无胜局的世锦赛，连续定予国际群众以性别生活指数无正常取消奖牌，所以来行政院会开予迄当阵互取消的铜牌奖励，发予约定国共奖奖含90万的奖金。8月10日，大总统会接见咱的巴黎奥运选手，而且举行英雄 party， 所以来进行台湾英雄大游行，互国人会当看到英雄的风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届巴黎奥运总算是结束啊！法国总统马克宏接待奥运团队，特别感谢因完成这项不可能的任务。原来世界各国的选手和游客也拢真懊恼这届巴黎奥运。2024巴黎奥运结束，上面一批运动员也离开选手村。这届奥运总共有10500位运动员参加。巴黎旅游局统计，在赛会15天的期間，吸引1120萬遊客。其中15%是外国游客，选手甲游客对巴黎奥运评价拢真悬。I think just the whole community feel of it. The games were run really smoothly. I think everyone had a good time. The village was amazing. So just kind of being a part of a wider community was amazing. It looked like a fantastic show that France put up. It looked great. Very safe. 2禮拜奧運，法國嘅維安措施是史上上懸規格，敢若是開幕式就動員75000位軍警。雖然發生鐵路被攻擊，也有人想要撞入去比賽場地以外，不過整體賽事依然攏順利進行。尤其是沿着塞納河辦開幕典禮甲游泳比賽，法國總統馬克宏在接待奧運組織團隊時陣，懊惱因完成無可能嘅任務。Que la cérémonie d'ouverture était une folie. Que la sécurité n'était pas assurable, que la Seine ne serait jamais baignable, que les Français ne pourraient jamais être dans le top 5 des médailles. Il y a eu énormément d'experts qu'on a beaucoup entendus durant ces dernières années pour dire que tout ce que vous avez fait duran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était impossible. 公司新闻张玉林编辑。继续来关心这澎湖渔船大进版88号，顶个月初2呢，和中国海警亚登去泉州到达是超过40天。今仔早起透过前立委林炳坤，也个澎湖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等人伫咧遐斗协调，有4名船员互放倒转来。也那这姓洪的船长呢，是搁爱等待调查清楚了后，才有机会放倒转来。经过小三通到金门，居中协调的澎湖两岸交流协会理事长陈湘泉、加前立委林炳坤、澎湖县议会议长陈玉珍等人，陪大进版88号船长查某囝经过中国厦门泉州围头港探视被扣押超过40天的姓洪的船长。不要用刑法用相关的法律去处罚，是不是可以用行政处分哦？这样子可能就会比较简单化，让他可以早日可以再回来。在协调中国希望，和姓洪船长用早日登去13早起得到释放的4个船员，但湘泉等人也去船员交泰所来探视。西顶船员甲3印尼籍渔工透过小船转接到海峡中线，由大金湾96号接回澎湖。只有一个是我们在籍的澎湖人，他当然高兴，他说，总算可以回来了。都无容易平安会当平安倒转来，安尼就好啊，代志都圆满啊。澎湖籍渔船大进版88号顶个月初2伫金门北顶岛附近海峡作业，后中国海警用涉嫌非法掠鱼扣押渔船，船长甲船员等5人。最近金门快艇和西湖钓客连续结束了后，大进版88号后续处理也成做关注焦点。陆委会表示，陆基西顶的船员甲3个渔工平安返来，希望船长甲渔船因早日被放回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柬埔寨警方进前抓到一个台湾姓曾的查甫人，伫伊住的所在，互查到讲有18公斤的毒品，涉嫌伫当地卖毒。警局逼出讲，这个嫌犯是这新德市政府进前的员工。咱的外交部是回应讲，专案由柬埔寨抓到人，已经伫咧当地法院审理，若最有必要，伊会提供协助。另外，讲到这菲律宾的移民局也抓到一个台湾人，是伫咧台湾涉嫌诈骗，趁着换护照时阵，甲伊赶出境。
警方拆开清点，台面所扣的物品为茶米、果汁随身包、黄色的包裹，内底的白粉全部互人发现是 K 他命。柬埔寨执法机关进行破获这件案件，抓到台湾籍姓曾的查甫人涉嫌伫当地卖毒，即马佫押出嫌犯，较早是新北市政府的前员工。他就是清洁队员而已。他是自愿离职的，我们是有印象，应该是他没有错，因为已经离职2年多，是有比以前胖非常多。官方这个行动派出警力2人，伫嫌犯金边自体超出毒品，重量有18公斤。新北市环保局证实，涉案姓曾的查甫人捌担任清洁队员，不过已经离职真侪年。咱外交部回应，专案由监局家己查到的，已经由当地法院的审理，会持续掌握提供必要的协助。外看菲律宾，当地移民局公布3个互人逮捕的嫌犯，中这个查甫人嘛是台湾来的，51岁伊伫台湾牵涉到诈骗。2020年时阵，就互菲律宾移民局列作无受欢迎的外侨，即个因为换发护照，互移民官查来下令赶出境。菲律宾移民局查获一名台湾籍人士涉嫌诈骗并逮捕，目前关押在该局收容所，住处将持续掌握本案进展，并配合菲国方面处理后续遣送回台事宜。个人走去海外做歹代志，伫柬埔寨1年顶个小林山有人互查到，牵涉到卖毒做诈骗，敢若今年以来上少发生5件，叫人抓到500多人，犯罪所在地以东南亚上济。那现在东南亚国家就像30-40年前的台湾警察一样，警察人员的价值体系是跟他们的政府的主流的体系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下面的执法人员他就是要钱啊。贪污很严重啊！学者分析，台湾人犯罪行为为国内转往国外，除了上阵台湾跨国查缉困难，甲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治关系无真歹，即嘛甲当地贪污流行、查缉犯罪的能力有限，也甲咱国执法变严，这拢有真大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开辟风台过后，咱国内类鼻疽的疫情大爆发，顶礼拜佫再增加19例本土个案，其中有3例死亡，拢是50岁以上，而且拢有慢性病史。其中台南80多岁女性的死亡个案，发病当天送病院就来不幸过往。这款水也经过讲，这8月底进前呢，拢是这类鼻疽疫情的关键时期，总病例数真有可能会超过2005年海动风台的42例。开密风台过后，国内类鼻疽疫情真紧张。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增加19例本土类鼻疽病例，其中3例死亡，分别是高雄市1例、台南市2例。台南市89岁女性死亡个案登记在床，7月29照护人员发现伊真喘，费用偏低送医。不过到病院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伫基层检验出类鼻疽确诊。7月29号出现低血压、血氧低、呼吸急促，至急诊就医。当日亦不幸往生，因血液检查发现类鼻疽杆菌通报，并研判确诊。疾管署表示，这摆强风大雨，予中南部冲出土内底类鼻疽杆菌，伫地面搁较会传播，而且常常是数级性感染。爱注意是今年原市分布，毋但是高雄、台南，就连台中家己也有个案，无排除总病例数超过2005年，害动风台42例。上周台中市这边也有新增2例显示说这次台风所影响的这个降雨跟淹水的范围都比以前来的多，所以我们在后看到这个有类鼻疽个案新增的，不管数字或者是区域也都比过去来的大。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国内已经有37例本土类鼻疽病例，是2006年以来同期上悬。不过风台过后已经3礼拜，演化观点已经过，这礼拜确诊数会明显下降。不过医院注意较慢发病，就医的个案8月底进前，医院可能是增加病例的关键期。记者综合报道。开辟风台已经过啊，这南部菜市供货量到当时也未稳定落来，价钱也是也未落。民众去到菜市啊，清清菜菜买几项菜色，就要100多块。这高雄主管农会就表示讲，目前有真侪项菜色，还佫伫咧种，月底供应量才会稳定。即马价钱也豆啊伫咧落啊。
下晡时啊，高雄内围黄昏市场，侪民众等咧警察要登去煮暗顿，风台过后，菜价起到即马也未完全落价，亲像小白菜、汤丝仔菜等等，一百拢爱40-50块。买菜民众表示讲，菜市价数确实拢有起，会尽量买起无遮尔济菜。业者嘛讲，风台过后，菜市价数确实起3-4倍。小白菜较贵，然后叶菜较俗，各类菜嘛介贵。会关1倍以上。风台前有啊，它的3倍至3倍啊至4倍啊，出来做30几年，这道是风害灾害上严重的。高雄主管菜市专区也是即届风台损长真严重的所在，即马真侪产地拢无菜，要等待复经。到搭主管农会干那收成应菜尔，产地1斤30外块，也若较加饮水小白菜、汤丝仔菜甲油菜，一寡农民是拍算要等到月底才开始种。目前农会收的菜市价1斤爱50块，算是中价。平均啊吼，拢头伫50元上下。啊，空心菜有较俗，空心菜头伫咧30几块。啊，若要介绍平稳呢，到月底这段应该咱的叶菜咧就会渐渐啊生产起来。主任表示讲，菜市伫8月底时阵收成量才会渐渐啊回稳，袂影响到9月开学，下予营养午餐供应。也若菜市价数估计爱1个月时间才会当全部回稳。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伫咧半暝2点外，台南六甲的这个船塢路呢，有一间农机行发生火灾。消防队接到通报了后，赶紧来拍火，一直到早起5点火才拍花。这内面大的一对翁仔某含3个囡仔拢不幸来过往。初步判断，这导火点是伫咧1楼，却因为1楼囤规堆的物件，一下就倒起来，甲这个导线的路线拢塌甲死。火调科人员进出火场搜证调查，要查清楚真正导火原因。这间伫台南六甲的农机行13透早发生火灾，消防局缉捕了后，赶紧出动灌救。啊，不过大火内底竟个明，到场的时阵，规栋面家拢已经烧起啊。火烧3点钟才拍花，啊，不过搜查火场的时阵，伫3楼铁厝加起的拍3间，找到无走出来的5个人，啊，不过拢已经死亡啊。因为它有楼梯也有天井，但是只要有垂直通道，这个烟囱效应很快就会蔓延到各个楼层。起火处应该在1楼的前半段，但是因为里面还存留很大量的机油，啊，机油受热以后产生很大量浓烟。因为它最主要在修理农机，因为农机里面部分还是有残留一些锂电池的残基啊，对。这一部分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确认，目前也不能完全排除。因为现场1楼放满杂物，也加真好烧的物件，造成消防队抢救困难。厝主是45岁姓陈的查甫人，甲伊38岁姓吴的家后，各4个囡仔做伙大，敢若大查某囝对当地表演艺术团队当陪往意大利表演。不过才拄啊启程无偌久，就接到歹消息，目前由舞团的老师陪伊回国。大火带走一家伙5个人，敢若老大查某囝孤身1人，或者亲友嘛拢真悲伤。伊着所在矮啦，无法度人买啦。阮当然这唔知怎发生的嘛唔知。社会局也会尽速来拨付死亡救助金，并依据家属的意愿来提供悲伤辅导，以及协助后续的就学和照顾计划。家属正被送去殡仪馆配合检方上验，市政府指示相关单位专业协助善后，陪伴家属渡过难关。消防局嘛呼吁主体唔通放真侪好笑的物件，而且爱加装主体火灾警报器，才会当及时发出警报，及时逃生。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火灾，在9年前，桃园新屋的保龄球馆发生火灾，造成6个消防员殉职。这业者刘德斌伫咧1审2审的时阵，法官依照消防法改判刑6年10个月。今仔日高等法院经1审改用刑法的导火烧着主体罪名，甲这业者改判6个月，而且佫会当用罚金来代替。即马消防人员也质疑讲，什么人来为这挂拍火出来不幸死亡的消防员负责任呢？火势真大，消防人员到场拍火，不过这场拍火前部造成6个消防人员殉职。转换到伫2015年，桃园发生的新屋保龄球馆大火，
经过9年外时间，业者刘德斌为一致性被判6年10个月。伫最高法院撤销发回了后，高等法院经批审，13极专改判有期徒刑6个月，应1科罚金，专案应上诉。火灾的原因是由于西南侧仓库旁的女更衣室垃圾桶有未熄灭的烟蒂与垃圾闷烧后产生可燃烟雾以及明火。另外，本院认为被告在救灾的时候，并没有故意或者是过失的干预，不当影响救灾的可责行为。业者得到轻判，主要原因就是经批审合议庭。依照最高法院法规意旨，认定火灾发生不是电线烧拍电，是分散甲粪扫合力烧，才会产生变甲效应。加上当地消防队接管会场了后，业者也无法度介入指导或者是误导救灾，有客观应规则事由，所以为原本的消防法第35条前段敌人医师罪，改用刑法社会消费主体罪判刑。既然法院觉得政府没有责任，法院也觉得业者没有责任，那请问今天这6位学长的殉职到底是谁有责任？那请问错的是谁？难道是这6位学长吗？面对业者改判，尤其前消防人员造成的小错会表示，专案由地方政府到业者拢陆续互法院认定甲消防人员死亡无关系，若会造成损失的结果，这期到底是什么人应该负责？不过这个进程依然无摕到桃园消防局甲业者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流行伫遐放菜烟，即马问题也出现咯。在台中呢，有民众去到一间亲子餐厅用餐，数人伫遐举办 party 放菜烟的烟火，那这声音真大声，烟雾也真大阵，害众人拢惊一跳。医生也提醒讲，这物件才有可能造成咱目睭、耳啊、呼吸道也个皮肤的伤害。虽然消防局确认讲因放的菜烟是合法的烟火，不过即马环保局也要依照违反空污法，甲因开罚单咯。彩色烟火射向空中，发出真大的声音，阁有真侪粉红色的烟雾规个砍落来。有民众12带囡仔来台中市雾峰这间出名的亲子餐厅消费，迄天有其他人包场举办性别 party， 有人放彩色烟雾，互真侪人惊一个，普遍业者无顾人命。色的烟是有晚上声超级大，特别大，就是这边烟火跟烟花真的太多了，有点可怕，就是感觉如果真的怎么样会发生危险的事情。餐厅业者13回室内宣布，即马开始停止放菜烟。台中市消防局甲环保局拢到场稽查，确认业者放的菜烟是合法的。不过台中市防惊引起噪音甲空气污染，甲人以及建筑物爱离开远才会使放。基本上一定要选择适当的空旷地点，然后注意不能对人或者是对建筑物做释放的动作。建议至少保持大概10到20公尺的安全距离。嘉义东石国小是为举办校庆，嘛要放类似的菜烟引起议论。医师提醒，菜烟烧了后会粉沙啊，加正大的声音，可能造成目睭、耳啊，也加呼吸道皮肤的伤害。若是有无拄好，爱赶紧就医。是要担心这样是不是有一些呼吸道灼伤的状况啊？再就是它如果有热源，有可能也会造成皮肤表面的灼伤。再来就是对耳朵还有眼睛的一些伤害。如果有产生明显的粒状物散布在空气中，或者是在他人的财产上面的状况的话，是有违反空法第32条第1项第1款的规定。如果违规施政属实，我们就依法告发。环保局表示，放一寡有粉尘的污染物已经违反空污法，会依照实际污染程度罚1000字至5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中东地区，即马局势是真紧张。各国也烦恼讲，这伊朗会去拍以色列，伫咧中东引起全面性的战争。美国和欧洲各国即马也拢呼吁伊朗，千万唔通用军事来威胁以色列。美国也赶紧派出飞弹、战舰，也个航空母舰去到中东。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下令林肯号航空母舰舰岛群加速前往中东地区。美国国防部佮罕见的公布，炸156粒舰负巡弋飞弹的核动力潜水舰乔治亚号嘛部署伫中东，想要吓惊伊朗甲真主党的势面真明显。美国国防部声明宣示要采取一切措施保卫盟友以色列。中东紧张的局势快速升悬，是因为顶个月真主党指挥官苏库尔甲哈马斯领袖哈尼亚分别伫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甲伊朗首都德黑兰，互人暗杀死亡。伊朗甲真主党拢讲是以色列放条讲的报复，情报显示上近1礼拜就会行动。That something could happen as soon as this week.
by Iran and its proxies. That is a U.S. assessment as well as an Israeli assessment. Our assessment matches the Israeli assessment. 各界是烦恼还未平静的加沙冲突，可能会演变成规模更加大的中东战争。拜登总统甲欧洲系的盟邦领袖会谈，12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伊朗。英国首相斯凯尔甲德国的总理肖兹嘛罕见的甲伊朗总统通话沟通。 President Biden spoke today with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to discuss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ongoing efforts to de-escalate tensions and reach a ceasefire and hostage deal in Gaza. 美欧五国嘛呼吁赶紧搁开加沙停火谈判达成协议，袂使搁浪费时间。以色列嘛已经接受美国、卡达甲埃及的邀请，来参加15个加沙和平会谈。不过哈马斯表示已经同意拜登5月底提出的停火计划，希望爱赶紧执行，唔是 进行更加侪轮的谈判，还是新的提案。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讲到美国总统大选，这个选战即嘛是战甲热扑扑，这共和党候选人 Trump 直接出现伫咧媒体顶头，进前阁和 S 平台执行长马斯克开直播来对谈。不过呢，这 Trump 确实无讲到什么款新的内容，颠倒是有一寡言论阁需要查证。 另外，民主党的候选人何锦丽有人认为讲，伊的论述伤过含糊啊，对媒体直接要求讲，就要接受正式的转访。X 社群平台执行长马斯克12日因家己的平台，和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讲话，虽然讲一开场就拄到技术的问题，互时间延误要40分，互使用者当地嗨。不过双方后边2点外钟的对话是保持真好的气氛。川普阁甲伊方暗杀的过程是讲甲落长。 And they were saying, "Sir, you were hit in more than the ear." I said, "Nope, I was hit in the ear. I want to get up. Let me get up." 不过，规场对话，川普对当选了后的执政计划是拢无讲什么新的内容，除了中心要减少政府的监管，佮一直用真无公正的言辞强调讲，伊当选了后就要大规模来驱逐非法的移民。 I believe it's over 20 million people came into our country, many coming from jails, from prisons, from mental institutions, or a bigger version of that is insane asylums. And many are terrorists. 马斯克过去捌公开来反对川普，透过这摆的讲话，伊表示讲，川普强硬的态度对国家安全是真重要。国体山顶放送演前来回实例，讲 X 是受到大规模网络的攻击。外国媒体评论指出讲，这摆的讲话是为了要让前总统川普直接来接触几百万潜在的选民。川普过去捌因为传假消息和 X 平台的更新 Twitter 来封锁笑话，一直到马斯克收购平台了后才改进。X 在马斯克的领导之下，假消息乌白传是真严重。和川普正积极在接触媒体和社群平台，临时接得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到伫选前3礼拜以来，都唔捌接受媒体的专访，连官网拢无看到详细的证件，包括纽时、华邮这老牌媒体拢讲，民主党阵营即马伫非法移民和医保问题的政策立场和论述拢无清楚，贺锦丽需要甲民众解释清楚。之前贺锦丽结束密西根州的造势时阵，捌讲上紧爱等1个月后半个月，民主党全大会结束了后，才会来安排访问。公司新闻两眼编译。美国加州伫咧当地时间拜下晡发生规模4.4的地震，对洛杉矶到圣地亚哥拢会当感受到，也造成一寡建筑物的水管闭开，校园也赶紧甲学生疏开，连电视台访问也拢要先来划停，加在是无传出重大灾情。洛杉矶雄雄地区冰心，惊到这伫厝运动的荷兰人叽叽叫。加州当地时间12日下晡发生规模4.4地震，震央伫洛杉矶市政厅东北边差不多10公里的高地公园附近，震源深度差不多12.1公里。这地震位大洛杉矶地区到南边的圣地亚哥，加东边的棕榈泉沙漠地区拢有感觉。毋但停车场内底车明显害个真厉害，汽车经营大响，也个人厝内碗盘也真甲起家响。拄啊开学生赶紧走去运动场避难。有民众表示，地震延续时间虽然短，不过体感强度好亲像甲规模来同款。咧进行体育赛事访问的电视主播也感受内底又个真厉害。As we have a bit of an earthquake here in Los Angeles, so we're just going to make sure that our studio lights, everything stays safe, everything's shaking. You good, Mylan? Everybody good? All right,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aring with us through that.
这种地动也好将近8年历史，巴塞蒂纳市政厅大楼水管破去，流出水一直为市政厅顶悬楼层向下骹流，地面淡糊糊。迄时阵200个职员紧急撤离，暗过一个人受困电梯了后顺利救出来。不到1礼拜之前，加州南部发生规模5.2地动，迄阵同款予洛杉矶真侪人真惊吓。好佳在拢无造成人员受伤，或者是重大灾情。公司新闻站回应朋友。全世界温度拢继续在升悬，英国昨有35度，是今年上届热一天。昨法国和比利时同款有热量。另外，国际上有一份上届新的报告指出讲，因为这气候暖化自03年的高温，造成欧洲要到5万人死亡。未来这款的极端天气恐惊会愈来愈严重。英国12日是今年上热一日，气量上高温伫英格兰东部的剑桥，气温达到34度8。当地天高阵游览空气游客也大化才未消。Hot, very warm. Trying to stay hydrated, but we just have one day, and so we just have to, do this because get everything in. That's right. Yeah. 英国气象单位指出，这是英国为1967年超过60年来，刚来感受到的第11个这么高温的天气。不过当中有8摆拢发生在2006年了后，也显示气候暖化继续更加严重。英国卫生安全局针对这波高温发布黄灯健康警示，提醒年岁较大甲身体条件较歹民众要特别注意。伦敦的通勤族12在高温当中上下班，公园内底也未真济来遮凉的民众。It's not been good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though, is it? Last summer, so I mean, when it gets hot, it's too hot. If it ain't raining, so yeah, when it's out, you've got to enjoy it, ain't you? 12个高温也到比利时，高温超过35度。拄比报的奥运主办都市法国巴黎，12个高温要36到38度，互真侪观光客拢挡袂牢。It's so hot anywhere, and I'm coming from New York, so I'm used to the heat, but it's still not like that. It's really humid here. 根据巴塞隆纳健康研究院12日发布的报告，过去10年当中，欧洲伫2021年有超过6万人伫高温当中死亡，2023年有47690人死亡。这项研究涉及欧洲30个国家的高温甲死亡率，发表伫自然医学杂志顶悬。研究也发现，那欧洲各国伫21世纪无法度采取行动，适应更较热的热天，甲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会增加80%。气候变迁会致使热浪这极端天气事件变更较侪，继续时间更较长，强度更较大。公司新闻景元庆报道。民众党主席郭文德因为这假设的风波愈加愈大，会计师段木正总是强调，提供的签证服务拢是依照法规处理的，也讲民众党开记者会故意无该邀请。民众党今日就批评讲，段木正伫咧迄当时就承认讲，无事先通知的情形之下，家己就甲这小目做掉。郭文德也讲要找律师来告这段木正。那郭文德开设着政治献金无老实申报，监察院已经派人去查缉。那这有安排问题，上悬会当罚到120万。我们直接叫律师告他就好了。文化帮会被提告会计师段木正，郭文德阁强调，会找迄时阵经办财部长李文忠甲段木正对峙。郭文德限制介绍风波继续滚价，段木正12日透过声明反击，强调提供签证服务拢是照法规办理，司法会行家己性别，阁放声是民众党故意无被邀请去12日记者会，按过民众党阁反击。使我们的整个名誉遭受到重大的这个影响。如果他坚持还是要发出这样的模糊声明，而不出来具体的说明的话，我们可能也被迫要采取一些法律的行动。陈体涵控诉段木正有承认伫无知会任何竞争意愿之下擅自调整，将经费底采2000多万，分作到比小部的核销，管价包含披露离学顶公司。不过民众党是不是出示相关证据？伊表示会进一步讨论，结果进前段木正依然无回应。刚刚目前要讨论说还有哪些人会送公平会吗？让他们发言吧，好不好？
日本总界迄时阵，警总总干事黄珊珊会移送中评会处理。民众党中评会主委李伟华表示，会看级别性处理，无时间表。管体牵涉政治现金申报无实在，毋若北检混案侦办，向检察院调出相关政治现金资料。检察院也派人查核，强调若有稳状无定小这状况，相关应罚120万。若会计师违法，会报请会计师庭改委员会庭改。若发现其他犯罪嫌疑，会照刑事诉讼法移请检察机关侦办。记者综合报道。日本后一任的首相，外界有人认为讲，真有可能是日本的前防卫大臣赵朴博，伊是带机关来到台湾访问3天，今仔和赖总统来见面，双方也针对着台日合作区域政策交换意见。同一时间，美国民主党的女性众议员访问团也来到台湾，应用实际行动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被认为是日本后一任首相联盟连选之一的日本前防卫大臣石破茂，带领跨党派国会议员所组成的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指挥访问团来台湾访问3天。13早起会见赖清德总统，赖总统表示，台湾跟日本是互相扶持的伙伴，希望会当做伙面对挑战。面对中国崛起对印太区域的和平的威胁，台湾有决心守护台湾的安全，也有决心跟民主阵营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非常希望跟日本等民主伙伴一起努力，撑起民主保護伞，守護民主自由的價值。価値観を共有いたします日本と台湾がこの地域において抑止力が確保されるように、そしてまた経済が発展していくように、そして国民一人一人が安全で安心できるように。共に協力をし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れば幸いであります。表达希望台湾日本合作，加强合作的力量，来确保台海和平稳定。其实，唔那是石破茂一个访问团的成员，拢捌伫咧日本政府部门担任防卫大臣、加外务大臣等重要职务，对国防安全加印太情势拢正了解。另外，美国的民主党女性众议员访问团也来台湾访问。当前面对极权主义的扩张。台湾非常期待能够跟美国加强合作，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期盼美国国会能够早日完成相关立法，解决台美双重课税问题，一起来强化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This long-standing relationship has evolved because of potential aggression from the cross straits. But we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 are steadfast and resolute in our support for Taiwan. 美国众议员史翠克兰表示。访问团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湾的支持，将会继续关心中国的侵略行为，希望会当进一步推展台美紧密的伙伴关系，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加繁荣。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为着要提升战力，打算把 M41战车、CM24弹药车等装备，伫5年来换掉，添好省32亿。就专家分析讲，会当用轻型战术战车配合着反甲武力，就会当代替伫金门特殊的 M41战车。不过，这弹药车伫咧战争的时阵是补给的功能，但是官方是无说明讲要安怎来代替。火炮机发长兵是郑俊翰，陆军顶礼拜才伫北部、中部实弹演训验证战力。13国防部讲，要加速无效支付战装备态度规划，先维持费用和后勤作业的成本。M41战车和 CM24大药车载装备会伫5年来态度，先维持费大约32亿外。续依国军的兵力整建逐年滚动检讨。汰除计划，避免老旧且无效装备流失。不过，各地金门列伊做第一线战备任务的 M41战车和 CM24大药车 F5战机，拢会伫5年来态度。其中 F5态度了后，有永鹰高教机来接，但是 M41战车和 CM24大药车后边用什么代替？国防部刚才讲有相关规划。面对敌情威胁的状况之下，怎么样去从不管是不对称的建军，或者是我们传统兵力的一个需求，来去维持一个适当的比例，
那么目的就是要确保我们整体的国家安全。专家认为讲用轻型的战术电车来搭载反甲武力，会当代替 M412战车伫态度了后，伫个热议的战略欠口。不过 CM2处理大油车的任务，关系到前线火力补给，军方应该要强化相关客车的研发。因为目前所谓的中型战术轮车它的其实的越性能说的不是很好。那你如果说要用中型战术轮车搭载这个弹药去运补前线的话，其实反而会造成我们二线部队一些伤亡。国军适当运用有限的国防资源来强化战力，但中国军队却持续一直扰台，国防部监测到13载起6.45到11.40为止。中国歼16空警500点各型主副战机和无人机，当作22架次出海来活动，其中16架次是超过海峡中线，入来到咱的北部、中部、西南和东部的空域，配合中国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是严密掌握和应处。日本防卫省是监控到中国军队山东号的航舰，12在京都岛南方420公里的太平洋海峡航行，郭进平舰载机的起降演训。记者综合报道。监察院最近的报告指出，高雄轻铁对2017年9月到去年底，计共发生63件交通事故，认为轻铁的防护效果不理想，运量也无达到计划标准。这个市政府是表示讲，轻铁运量已经有在提升了，因也会加强防护。高雄轻铁登月的时阵，弄伫店家的护线紧急停落来，加载无人员伤亡。5月嘛发生3件交通事故。监察院调查报告发现，高雄轻铁为2017年9月到去年底发生过63件交通事故，其中有3档事故为3件变成是22件，发现这个频率是非常的高，嘛互监察院质疑着轻铁防护的成效。大陆是他的啦，就是我家的啦，比较没有注重那个公共安全了，就有那个轻轨来会叫的那个灯呢，还有呢，就蛮多警示的标志的。乘客认为轻铁的事故频率算高，不过甲用路人习惯有关系。市府即时回应，除了轻铁驾驶入路口的时阵主动减速之外，路口优化改善嘛持续咧进行，亲像是伫路口要装饰着声光号志等等，加上科技执法来减少违规。轻轨驶进的时候会有这个声音跟灯光的提示，路面的警示灯有增设一些相关的可变的资讯 CNS 的这些辅助预防的这个设施来提醒用路人注意。那这个系统成员其实也并没有很久啊，摩托车的老人家骑在路上，或是他这些指示标志，他可能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在那路口他要怎么样骑。专家认为，想要让轻铁防浪的频率变低，恐惊到一寡时间，因为今年1月轻铁较全面通车，对着路口防浪的新标线也是相关规定，嘛需要时间让用路人习惯甲适应。运量嘛是同款的概念，大众运输的使用习惯需要靠时间来培养，但是建议轻铁伫每一站会当加上活动来增加人潮。记者王丽婷、林昭宽个报道。保护民众安全，这新竹县竹北市最近日咧加方11路和复兴3路路口进行智慧交通实验，利用人形侦测也个监视器，若做有人过车路的时阵，这顶头 LED 就会显示有人过车路，提醒轿车、奥多摆爱注意。妈妈塞囡仔车过路口，车窗顶边的 LED 连绵出现行人通行中，来提醒驶车经过人爱注意。民众讲这款设计袂歹，不过某人讲应该爱较明显。提醒到驾驶还有我们用路人的部分啊，毕竟这是安全，尤其在晚上的时候啊，比较能够清楚辨识。好啊。怎么说？那有看车子有看到说人要过了。较无遐明显吧？应该更明显。安尼较无遐明显吧？新竹县竹北市最近伫咧嘉丰11路参复兴3路的路口设置人形电杆设备，透过电杆，只要侦测到有人通过路口的时阵 ，LED 就会提醒驾驶爱注意。因为我们开车这个在行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右转的时候，会有一个 A 柱的死角，人行的侦测电眼。那当行人穿越的时候 ，LED 会显示在它的荧幕上面，会来做一个警示。市公所指出，目前先试办1年，若是效果袂歹，未来按算来全面建制，希望会当提升用路人的安全，减少意外发生。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
根据统计，这彰化县大概有3000位视力障碍者，其中有200多个是需要就业协助的。为了要增加视障者的工作机会，彰化县政府逐年拢会办10场的视障猎龄体验，也媒合企业聘用视障猎龄师傅。不过，视障者就讲，彰化县内大部分拢是传统产业，对猎龄师傅的需求确实是真有限。专业的猎龄师傅出手，替民众放松筋骨。根据统计，彰化县大约有3000位视力障碍者，其中有200多人需要就业协助。彰化县政府当年会办10场的视障猎龄体验，嘛媒合企业聘用视障的猎龄师傅。阮这个计划吼，陆陆续续咧推动哦。即摆彰化县一定有4间，吼，咱4间的企业有来用到咱的视障按模式，用这个视障按模式哦，是1.2个啦吼。那超过67个人，就一定要聘请一个身心障碍者，吼啊，所以咱会当互企业符合伊的法规，猎龄就使互咱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当较轻松。较早阮拢伫咧店内咧做嘛，啊，即摆有机会出去公司啊，还是工厂啊去共替人服务吼。一方面是互阮有机会增加一寡收入，啊，再来就是讲嘛有机会去甲人互动。县府嘛委托彰化县猎龄职业工会办理视障的猎龄进修班，提升猎龄技巧，望会当增加企业进用的机会。工会理事长表示，彰化县因为产业的关系，本身对猎龄的需求就少，有的人都爱通车去外县市上班，增加不少时间成本。目前彰化县的视障按摩师，他的迄今机会几乎都要跑到新竹的电子产业了，因为彰化县的传统产业一般名额比较少，而且它也着重在生产竞争力方面。那一般按摩师，我们主要是为员工舒压，所以说在这方面的话，彰化县这边真的是就业机会会比较少。县府劳工处表示，彰化确实因为传统产业占多数，勒索视障猎龄服务也需要继续突破。嘛，当咧规划网络影片制作、Podcast 这课程，让视障者有多元的职业训练，提升就业机会。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卫福部昨就针对媒体报道知晓性暴力事件指引，要求媒体报道时阵，莫把这非法网站的全名写出来，而且禁止使用传播媒啊、公关媒啊这款美化性剥削的用词。最近性影响论坛的新闻，伫咧性暴力含儿少性剥削议题上引起真侪讨论。为着要加强保护儿少含性暴力被害者，卫福部杂志公布媒体报道儿少甲性暴力事件指引，其中增加5大事项，亲像在报新闻的时禁止使用传播媒啊、公关媒啊这款有美化性剥削的词，公关妹啦、传播妹，然后甚至什么甜心保养的甜心妹之类的，类似这样的一个名称去美化。这样的一个职业，但是它就很容易让儿少误解，他可能看不到里面被剥削或者是辛苦的地方，对，而进入这样的产业。另外，亲像在报非法网站的新闻，比论创意书房的名，卫福部嘛建议媒体用代号，也是甲几个字砍掉来称呼。为着要兼顾报道的社会公共性这份指引嘛，要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在事件发生以后，一定要开新机会，让媒体了解这寡含涉性剥削的事件会当报告什么程度。我们就是希望去揭害加害人或者是机构疏于管理的一个面向，但是这一块应该还是要来订定相关的一个原则，否则媒体还是难以报道。因为只要牵扯到所谓的足资辨识的部分，媒体都会相当戒慎恐惧。监管基金会表示，目前指引针对审议会要安怎开会议，要讨论什么内容等等，一寡细节拢也无真清楚。基金会指出，对媒体来讲，有关加害者和机构的部分，若是会当保卫真有限，大众了解资讯的权利嘛受损。所以，伊嘛呼吁卫福部应该爱去定出相关的施行细节。记者卢尚如、郑春友台北报道。台南的观光景点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参观的人数一直在减少。这文化局是回应讲，变啊休热，这就是小月，要等到天气较凉快，才有人愿意来这行搭。另外，也有观光协会是建议讲，会当伫咧古迹附近打造其他景点，增加旅游的意愿。休热期间，园区内冷冷清清，不过也是有外地游客特别前来了解百年历史的水稻文化。疫情解封了后，增加民众出外佚佗意愿。文化古都台南近来市区古迹景点有豆豆咧开放，
整个成长比去年加3成。不过，颠倒是原地热门拍卡景点的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来人数算是在减少。很清幽，然后绿地很多，对，然后建筑物其实蛮漂亮的。会热啦，但是好在就是较短啦。你若讲长吼，可能就较迄落，可能在我想啦。可能宣传无够啦。超过1世纪的水稻博物馆，2019年开放的时，短3个月有qua20万人来参观。去年参观的人数有26万人，今年顶半档统计人数落甲剩10万外。文化局讲，园区有无同的特性，热天算是少话，那秋冬有侪人会来遮行打。另外，有观光协会建议通拓展其他景点参考值做结合。附近找一些景点，找一些新的路线。不单是在园区那边，他们也可以在附近，一条龙的服务。不能够仅仅是观察它夏天的参观人数而来衡量这个整个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它在尽管这个国定古迹这件事情上的用心跟付出，适应于这个环境，规划这个老少咸宜的这个公共艺术的一个作品。以及一些这种相关活动的举行。因为固定古迹的关系，地主家无都随便叮当。不过，官方也是摒细办多元的体验课程，嘛参南会业者合作打造大花园，希望带动园区整体发展。记者宋台南采访报道。嘉义的梅山竹山地比，为着要推动这泡茶茶艺文化，梅山乡公所伫2012年的时阵成立茶艺推广协会。那伫咧国小推广，互囡仔来学茶艺，搁再举办认证考试，要互茶艺文化会当定进。要考泡茶书的学生囡仔，家己来报伫茶室，搁甲泡茶要用的物件一项一项更好势。40外位国小学生13载时来到梅山乡公所，要来参加泡茶书的认证考试。才艺吗？我算是我的一项兴趣吧。为什么？我觉得茶艺就是这样泡茶有点比较有趣。评分标准茶汤的部分是占30%，服装仪容也是占30%，然后我们有整体表现是占15%，还有一项就是那个流程是占25%。囡仔为坐落来曲势开始，到最后放茶过程，看来动作拢有真好的定性。伫学校甲茶艺老师就讲，囡仔学泡茶会当训练因的个性，而且毋是干那甲茶泡好就会使，这当中佫有真侪美感。时间、温度、茶量，伊要安怎甲即泡茶溜好、泡好。茶伤做的时阵，我安怎缩减时间？茶汤无够烧的时阵，我要安怎甲伊泡出来？即泡茶较好。啉茶茶人感觉会好啉。你在泡茶时，你就慢慢泡茶，很安静的泡茶。很安静的时候，然后你喝一口温温的茶，你就觉得仿佛这世界就静下来。乡公所表示，茶是梅山乡真重要的产业之一。茶艺推广协会举办茶艺师认证考试，然后在地囡仔透过学茶艺来培养好的个性，嘛希望互因为细汉就来了解，甚至是参与故乡的产业发展甲文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旧历的7月15是中元，民间拢会伫咧即天拜地、管大地、拜祖先，也个普渡。烧金纸的部分尊重传统，也做环保。真侪地方政府拢推出一种烧金的政策。潮民众伫咧烦恼讲，这粪扫甲金纸斗阵做火烧，安尼敢好咧？台北市环保局就表示讲，这粪扫甲金纸拢是分开烧的，而且要烧之前，拢请法师来经过，才有落去烧。清洁人员甲一车满满的金纸载到内湖焚化炉，刷落来清洁人员无用的将这的金纸等入去金纸堆当中。这是信众伫旧历7月替祖先、地基主、好兄弟所准备的金纸，为着要保留传统，嘛落实环保，真侪地方政府拢有推出一中烧金的政策，台北市嘛是。在中元普渡期间可以响应我们的集中焚烧的这个措施。那民众可以到我们各里办公处去索取集中焚烧纸钱的专用袋，
那或者是呢用专用贴纸将纸钱呢放到它的纸袋里面。各里的一个公告地点，放在那边。阮区队会逐工去巡有就载入来。有真侪民众会烦恼，讲粪扫甲金纸斗阵烧，敢会对新民无尊重。环保局表示，因的粪扫甲金纸拢是分开烧的，而且伫旧日7月，佫会请法师来净炉。民政局跟环保局共同请法师来进行一个净炉的仪式，就是法师来进行法会，然后邀请我们的台北市城隍庙一起来进行一个洒净还有所谓的一个点榜的一个程序，那来顺利来完成所谓专炉专烧，不会跟垃圾混在一起，所以这个部分完全不用担心。环保局表示，根据内湖焚化炉收到的金纸有愈来愈多，对民国108年的768栋到去年一定有913栋。经过这几档的宣传，民众愈来愈有环保意识，嘛愈来愈会使接受。记者第二选柯敏哲台北报道。国立传统艺术中心逐年举办的戏剧梦工场活动，主要是把传统戏剧变出新的模样。今年的戏剧梦工场有布袋戏京剧等6个剧团，加入到灯光、科技、现代技艺这款创新元素，和戏剧有视觉戏出的模样，也希望讲会当吸引到无工作群的观众。爱车在哪里？随我来。哪人会发光的布袋戏红仔，哪伫表演场四界走，甲传统布袋戏无共，艺术是拢看现现。真快乐掌中剧团跳脱传统，甲布袋戏台提调，搭配灯光，展现布袋戏全新的表演形式。光这个元素变成演出的一个部分，可能舞台阮会用镭射光来做舞台。总讲汝来伫演出的时阵，即对翁仔某乌乌暗暗踮地角内底，看无边，亲无底。咱会使讲，伊本身会使发光的话，安尼是毋是讲，咱规个剧场内底就是纯地角共款？剧团表示，因希望新的表演方式，通互观众看见传统戏剧的改变。但真快乐掌中剧团今年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戏剧梦工场活动，有6个剧团甲传统戏剧结合现代元素，加做真有实验性质的戏出。跨系种的共生，到后来跨科技的共生，甚至于是自我创意想象的共生，也就是未来新议题的共生。所以整个的戏曲共生，它是很多元的风貌。戏曲事实上原本就不只发生在剧场里面，它事实上在不管是在这个台湾的传统当中，其实在各式各样的场域都曾经发生过。策展人王俊干讲，戏剧店古早通伫室内戏院演出，也通伫户外野台搬，有真侪多元的模样。但是这几年民众对戏剧的想象，拢掉伫咧传统戏院内底，因望甲戏剧多元的面貌找到转来，拍破传统想象的界线，让戏剧通继续千变万化，继续发展。记者讲李永凯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7度到3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也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Thank you.
22有是咧讲迄个人安怎咧？我感觉是 A 近视，所以讲伊看无清楚。水啊，伊感觉是 C。要多不多，要少不少，这样子啊，趁嘛趁无钱啊。